大家平安。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敬拜。当我们在看到尼希米的时候，会发现他想要带领人回到上帝面前，从外围进到里面，从住的地方到圣殿到内心，也让我们透过尼希米记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生命也能够恢复敬拜上帝的生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恢复敬拜。下你的荣耀，接近医治这地，恢复到他荣耀祭坛，恢复我们的敬拜。我们谦卑，我们回转，站在破口中祷告呼求，献上生命，领受呼召，重建祭坛，恢复敬拜。我们谦卑，我们回转，站在破口中祷告呼求，献上生命，领受呼召，重建圣坛，恢复敬拜，降下你下你的
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谦卑，我们回转，站在破口中祷告呼求，献上生命，领受呼召，手牵祭坛，恢复敬拜。我们谦卑，我们回转，站在破口中祷告呼求，献上生命，领受呼召，手牵祭坛，恢复敬拜，降下你的荣耀，接近医治舍地，恢复我他荣耀祭坛，恢复我们的敬拜。恢复到他荣耀祭坛，恢复我们的敬拜。再一次呼求，恢复到他荣耀祭坛，恢复我们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呼召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修复跟你的关系，让我们透过了尼希米记，也看到我们要从外到里做许多的调整，而在当中也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得以再次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来恢复这属灵的生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让我们在当中重拾这每一块砖瓦，一块一块的把它修复回来，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凑回来，让我们的生命破碎的生命被主你来修复，被主你来医治，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成为你的殿，让我们进到这殿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回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去经历你的带领。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得着了更新。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9月25日，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2章第1节到第21节。尼希米记第12章第1节到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下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他们都是跟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一起从流亡返回的人。祭司有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示迦尼、利宏、米利莫、益多、进顿、亚比亚、米亚敏、马迪亚、毕加、示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和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时代是祭司中的领袖。利未人有负责主唱感谢诗歌的耶稣亚、宾内、贾灭、示利比、犹大、马他尼。在诗班里负责印唱的有巴布加、乌尼和他们的同事利未人。耶稣亚是约雅斤的父亲，约雅斤是以利亚实的父亲，以利亚实是耶和耶大的父亲，耶和耶大是约拿单的父亲，约拿单是亚杜亚的父亲。约雅斤做大祭司的时候，以下的祭司是祭司宗族的族长：希莱亚族的米拉雅，耶利米族的哈拿尼亚，以斯拉族的米舒兰，亚玛利亚族的约哈南，米利古族的约拿丹，斯巴尼族的约瑟，哈林族的阿底拿，米拉约族的希勒凯，益多族的撒加利亚，金顿族的米舒兰，亚比亚族的细基利，米拿民族的某士，摩亚底族的比勒泰，毕加族的沙姆亚，示玛雅族的约拿丹，约雅利族的马特乃，耶大雅族的乌西，撒来族的加来，雅木族的希伯，希勒家族的哈沙比亚，耶大雅族的拿坦叶。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12章第1节到第21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其实当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时候，会发现，他好像都一直会提到很多人的人名，这些不管是祭司、利未人等等他们的家族、这些宗族的名字，其实这也是有带出他们当时的一些人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当我们在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把一些人名都提出来，我们过去有哪些长老、哪些执事、哪些同工参与在当中，甚至有些教会他们会把过去所有的长老、牧师、执事，然后各个团契的会长，甚至把他们那时候来过的传道或者是神学生的名字都列在里面。因为在这所有的人当中，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过去有这一些，或者是这个时刻有这些人参与在这里面，而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所以其实像有些教会一样，他们会把很多的同工的名字或甚至相片都放在他们公布栏或者是某一个地方，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人，知道有这些人参与在这里面。其实就像有些人来到教会都会觉得，谁是谁我们不一定会知道，但是当中也让我们去看见，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可以去认这些人，然后去认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服侍的人员。而在当中或许也是一种，就像我们以前常在讲的那种生命册，我们所做的工上帝都知道。然而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在提到说，有这么多的同工，这么多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参与在这些服事里面，而在这样的服事里面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提到说，以下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一起流亡返回的人。所以在前面可能被掳了，可能他们流亡到许多地方，到后来在尼希米的时候，这时候把人召回，把人换回，叫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些人都是流亡之后回来的人，流亡返回的。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回来这当中继续服侍上帝，继续带领众人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在这些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把这些人，而且他们的服侍，他们职分，在当中回到祭司，回到大祭司的职分当中，所以列下这许多的人。这些祭司有这些，而所列出来这些人，这边提到说，这些人在耶稣亚时代是祭司中的领袖，所以他们是祭司的领袖，包含他们有可能分组，每一组当中他们带头来敬拜上帝，来服侍。所以他们带领着他们家的人，或者是这些跟着他们来的人，这些一起来服侍。在这些领袖当中，他们带着祭司们一起来服侍上帝。所以也就看到这么多的人，也可以说有这么多组的人在当中来服侍。所以当我们在看尼希米在11章12章的时候，会发现大祭司或祭司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他们在这当中一起的服侍，他们排班，他们在当中做好分配，每个人在什么时候来服侍。就像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这个服侍表，透过服侍表可以看见我们每个人在当中什么时候要来服侍上帝，什么时候要一起来做。有很多是在台面上，有很多是在台面下。在台面上我们要排班，在台面下我们没有轮值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可以参与在一些服事里面。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随时都可以在这当中服事，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排班之后，让我们台面上的这一些服事都不会开天窗，
而且当我们看到，其实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同工，就像之前我看到我们一些同工在预备私会的时候，他们花了好几个礼拜在预备他们的服事。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当他看到服事表出来的时候，他会去记下来，然后记得他是哪一天服事的，他会特别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做招待或做煮饭或等等，他预备了，他签名了，或他看到服事表被分配了，他会特别的记下那一个时间来服事。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服事，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是需要做预备，而且我们是轮班，不是一直一个人365天24小时都在那当中。当然我们要一直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但是我们知道在服事当中也会很累，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所以刚刚讲到这些人，刚刚提到那许多的人，第2节到第7节当中有许多的人员，这些祭司们，刚刚讲到说这些祭司都是祭司当中的领袖，而接下来也提到了这一些利未人。我们前面看到，在昨天经文里面、前天的经文里面就看到说，有一批利未人，他们专门在做负责唱歌。所以在第10章、第11章里面会看到说，有一群人他们负责带领敬拜，有一群人他们负责带领祷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利未人有负责，这边提到这些人是负责主唱感谢诗歌的。这些人就像我们的敬拜团一样，有一些同工他们是站出来在领唱，在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感谢上帝。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过去当中有很多的分门别类，每个人专注在你服事的那个点。就像我们看到，或许像我们市场，或者是像有一些国家，德国等等的一些国家，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些证照。你卖猪肉的负责卖猪肉，卖牛肉就只卖牛肉，卖鸡肉就卖鸡肉。你修某一个东西，你就只能修那一个东西，你要拿这个证照。像之前也看到一个影片，在讲到说，有一个澳洲来到这边的人，他们说他们在澳洲每一样东西也都是要考证照。你要修理一个水管就要几张证照，所以当中你就是专职在你的工作上。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他们也专责在负责主唱感谢诗歌，所以他们在当中不断的在做这样的服事，在当中他们站出来就是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感谢，来赞美。所以这当中回到我们的里面来看也是一样，我们里面也是需要有敬拜团，也是需要有许多不同的同工在这里面。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恩赐当中，你怎么样来服侍上帝？所以看到以前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的同工当中都有一个负责主要的主唱，而旁边也有一些同工一起配搭在当中，唱和声，或者是跟着一起来敬拜，带领敬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里面也是如此，有主唱的，也有伴唱的，而在当中跟着一起来服侍的，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在这些服侍当中。所以这边讲到说有负责印唱的，还有他们的同事，这边提出来巴布加、乌尼和他们的同事也是利未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诗班里面，可以说都是利未人，几乎都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的其中一部分参与在这样的诗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参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就像是利未人在做的一样，像是利未人一样，也是来到上帝面前来服侍上帝，来敬拜上帝，透过诗歌
来颂赞上帝的名，透过诗歌，透过祷告，带领众人回到上帝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当中参与在这许多的事情里面，让我们领受这样恩赐，让我们应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所以这边在讲到说这些透过诗班，透过你主唱，让弟兄姐妹能够回来到主人面前。这边也提到耶稣雅等等的这些这家族，这边提到这许多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名字很熟悉，但是或许不是你想的那一个。但很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大祭司。所以到12节这边讲到说，约雅斤做大祭司的时候，以下的祭司是祭司宗族的族长。所以一直到约雅斤的时候，有这一些人。所以其实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像我们前几天在讲的，祭司也有他祭司的家族的传统，在当中一代传一代。当然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祭司，并不是因为你爸是祭司你就可以当一个大祭司，而在当中也是特别上帝的拣选。而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在约雅斤的时候，他当大祭司的时候，这些祭司，接下来这些祭司是祭司宗族的族长。所以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族长在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要使用这些人。所以我们会来看，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这边提到了许多的祭司，许多的利未人。让我们去思想，祭司跟利未人要做什么？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带领弟兄姐妹，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来献祭，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祭司怎么样？当我们一直想到新约的时候，一直会想到，他们把耶稣钉死啊，等等的。但是回到他本身的职分，回到祭司的职分，回到利未人的职分。我们看到祭司是带领群众回到上帝面前，也透过献祭，透过许多的方式回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许多恩典，回到上帝面前来献祭，让人跟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所以上帝让摩西所颁布的这些诫命，其实就是要让人回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恢复那个关系。而怎么恢复？上帝让我们有这样恩典，透过献祭，让这些祭物、这些祭牲来代替我们承受那一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是外邦人在做，那个是这种很多拜拜在做的。其实在原初宗教都是如此，透过这些来敬拜上帝。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们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回到圣殿，进到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来服侍，来回到他该做的本分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要被兴起了，这个地方要被兴起了。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当我们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这地方势必要被兴起。当我们在看到耶路撒冷城、看到圣殿的时候，这整个景况开始在改变的时候，是从一个人他从外到里在整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尼希米带着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城倒塌的城墙，把它重新修建起来。我们看到从外部一步一步的进到里面来，所以这当中第一个在做的是从外部去整修，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这边软弱，那边软弱，我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
建造他们的生命，建造他们信心起来。我们看到尼希米一开始做的就建造他们的信心起来，而且也看见他们实际的需要，让他们不安全感，修复他们不安全感。看得见的就是城墙被修建起来了，那种担心害怕减少了许多。所以建造了他们的安全感，第一个从城墙建造起来，第二个从申巴拉他们的那种话语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去碰他们。虽然他们讲了很多很不好听的话，针对尼希米，针对以色列人，但是他也去把它挡住了。所以从这有形的墙，耶路撒冷城的围墙，那无形的墙让尼希米站在那破口当中，挡住那些话语，他不理他们，他不是这样软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得以站立得住，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在当中在带领着他们。所以从最外面的那个墙，把它重新建造起来，然后回来再往里面每个人所住的地方，你所住的地方，把你的家建造起来，把圣殿重新修复回来，也开始重新修复人跟人的关系，把人跟人的那种疏离修复回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开始有安全感的时候，接下来很多东西就可以开始进来了。所以当圣殿这些人开始回来的时候，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的工人，甚至以色列的这些许多的领袖、族长，开始回到耶路撒冷城，一步一步的修复回来，会发现哇，这整个生命力起来了。而这整个生命力起来要做什么？是为了要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歌手、这些利未人，他们在当中就是要带领人恢复这样的敬拜，恢复对上帝的敬拜。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这边有一些主唱，他们是主要负责主唱感谢的诗歌。前面也讲到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负责了敬拜，负责了带领大家的祷告。所以在这里面有许多在当中我们看到需要恢复的，而在这里面确实一步一步的在恢复。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后续还有许多要改革的。从尼希米开始，其实他在做的是恢复。其实我们在看改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改革是在恢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这样堆叠，一直修，修到后来我们可能看不见。其实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因着当时的状况做了许多调整，一直调整，可能每年调整一点，每一年调整一点。到后来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变了味了？其实当我们在这样变的时候，在这样调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调整，我们会看着为了当时来做调整。到后来有可能已经完全失焦了。所以在那个失焦当中，需要做一个改变，而那个改变很不容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做这些调整了，而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我们甚至不想要不想要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尼希米他的改革是怎么样？他做了很多改变，但是最主要是要恢复耶路撒冷城的荣耀，恢复圣殿的荣耀，恢复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荣耀。所以很重要的是恢复这些。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要废掉这些，我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其实我们在看耶稣他的改革，他说我不是要废掉这些，不要想我来废掉，我来是要成全摩西的律法。
所以那个成全也就是恢复上帝让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去扭曲，会去做错误的解读，有时候是故意的，有时候是不注意的，不小心的。而在这里面很多东西掺杂在这当中，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改革，把它带回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代很多人在讲到改革变革，好像都要一个新的东西把它加进来。其实当我们在看很多的改革变革的时候，其实后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改革变革它是把这些拉回来原本的。当然他用新的手法，但是把它拉回来，聚焦在原本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动机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变革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眼目拉回来，定睛在上帝的面前，回到我们的意向，回到我们的初衷。所以就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一样，其实我们常常在讲的事情是大家很不喜欢听的，但是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所以这些重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讲？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不做，我们一直达不到，我们一直偏离，所以我们才需要一直讲一直讲，是要让我们恢复回来。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尼希米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他在做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是要恢复回来，恢复回来，恢复这城墙，恢复圣殿，恢复祭司，恢复利未人，恢复这些领袖，恢复以色列人原本的生活，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当这样恢复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住棚节。当这样恢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安息日。当这样恢复的时候，恢复圣殿里面的光彩，让燔祭不断的存在。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他们聚集的时候，其实那火是不停的，无论一直有烧化祭，然后也一直会有人来到这当中献上赎罪祭、赎愆祭、赎祭等等的，有很多。所以这当中是那不间断的，一直来到上帝面前，一直来献上。当然上帝也希望大家不用一直献上，除了烧化祭以外，因为当你不犯罪，当你不离开上帝，你就不用献上那些了。但是对我们的人，我们软弱，我们依然还是会有许多时候得罪上帝。但当我们知道罪、认罪，我们就摆上那些。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更新、被调整。我们需要恢复回来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硬体软体的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在寻求回来跟上帝的关系再次的建立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都很不错，但是当我们做一些改变、做一些恢复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上帝面前来。这个时候什么方式是比较有帮助的，我们就去选择哪一个。而在当中，我们不是随便乱选，而是在这里面去看上帝的恩典，上帝带领。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聚焦在上帝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名、地名，或者是很多的尺寸等等的，或许我们看到这些就过去了，或许我们看到很繁杂，然而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教会来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许多倒塌的地方？就
就像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其实那状况也可以说，之前也分享过，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东西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反正我出生就是这样，反正我来到这边就是这样，反正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想说改变太多，不要想要什么改变，哇，每一个改变都要付出很多钱、很多力量，我们没有这能力。然而在当中也是挑战我们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在挑战你的信心。以色列人他们愿不愿跟随尼希米？如果他们没有跟随，他们怎么去经历52天把城墙重建起来？就像很多教会一样，他在建堂的时候也是在挑战每个人的信心。过去在想要说，一间教堂500万、1000万，哇，担不起。但是我也听过很多教会，他们建堂完之后，他们说又剩下很多。这难道不是5比2的信心吗？所以我们常常都软弱，我们都看到我们手上有的，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当尼希米那时代的人，他们如果还继续看着他们眼前的这一些，什么都不会成。但他们听了尼希米的，他们愿意这样走，他们愿意这样做。尼希米有信心，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有信心的呼召大家一起来。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或许半信半疑的，但他们也愿意跟着一起来。有人做了他们眼前可以做的，有人做第2回，就把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建造起来了。我相信他们也都吓一跳啊！我们看了这几十年，倒塌了这么几十年，就用52天把它重新修建起来。我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连他们自己完成的，他们也都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可能，上帝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当他们看到圣殿，也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当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其实也都是我们觉得这些人怎么会敬拜？这些人怎么会怎么样？他们怎么又回去了？其实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话。然而很重要的是，在这许多事情里面，上帝怎么带领？上帝怎么做？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的时候，也在挑战我们的信心。当每一次变革的时候，当每一次改变的时候，也就是挑战我们回到上帝面前。那种硬体、软体的改变，都会挑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愿不愿跟着来走？当我们跟着走的时候，我相信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彰显在这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主人面前，让我们有点时间去思想，你的软弱是什么？是不是有哪个时刻，上帝曾经对你说话？上帝曾经要你去回应他。其实上帝要透过你来行大事，但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子？你是不是曾经逃避过，曾经逃离了？而在当中，是不是要回来回应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当这许多事情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恢复，一直在恢复。其实这也让我看到目前的某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当他们的牧师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在这几年所带出来的，他们也是在修复他们的礼拜堂、他们的副堂、他们的教育馆等等，他们在修复许多，也在做很多的古物的修复等等的。当这样修复的时候，其实也是去看见过去的荣耀，而在当中也透过这许多修复的过程当中，继续的让我们的历史往下走，回来看见这样的历史，也让这历史往下走，也去看见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恩典与带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要做修复，要做调整，要做恢复。而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领受，让上帝带领我们，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尼西米带来这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透过尼西米记恢复与你的关系，透过尼西米记所带来的这成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从外到里开始改变，从我们的穿着，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外在开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许我们软弱，但是也透过这当中来改变我们，不再是软弱的，而是要领受你的恩典。而在当中也让我们恢复我们的敬拜，恢复我们的服事。所以让我们在当中一步一步的去经历你的恩典与大能。主啊，帮助我们不再是看见自己软弱，不再是看见自己所没有的，而是让我们去看见上帝你要赐给我们的，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大能，
而不再是看见我们软弱。让我们在我们软弱当中显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刚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你都要供应我们。主，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手中，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面前，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让我们在当中被你来调整，被你来修复，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重新修复我们与你的关系，也恢复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愿上帝赐福于你。献上生